古浪好友埋唔到嚟啊，中間就心裏有數啊。內欄灰馬係電門精英，後邊5匹馬維港激流駿馬之星啊，白鼻箍尾4嗰匹啊，後邊3匹豬潤燒賣快搏響尾，以包咗落尾係有型勇士嚟嘅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話仲係上教啊，偷入邊上有的愛好，中間嚟你知我得啊，外邊追有喜勝進區，後多層嘅話仲有電門精英啊，出邊上咗少少咧就維港激流埋變到駿馬之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喜勝進區拋嚟咗個幾身位啊，出邊追上嚟有維港激流埋變駿馬之星接近終點，喜勝進區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係維港激流啊，埋變啊駿馬之星倒穿咗上嚟，第4名係電門精英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試過谷草兜外檔都得，今次啊大步大隻啲啊，咁啊結果就走甩先贏馬，出邊追上嚟一轉馬房上名咯，維港激流埋變呢就駿馬之星，電門精英跑翻個第4。房家柏今晚都有馬贏啊！呢匹喜勝進區啊，換下艾少禮即刻保中啦。跑第2名維港激流，第3名呢駿馬之星，跑第4好似夾一夾啊！電門精英。安德禮贏完啊，輪到。